李靖还活着。对。既然他诈死，义父，那我们一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对了，郑吉怎么样了？他何时听命于你啊？义父，这个您放心，只要他在宫中，女儿就一定不会再失手了。表兄，穿这件衣服真的是好轻松啊！奇怪了，这天下间的女子，哪个不想当千娇万贵的公主？唯独你巴不得尽早丢开，非要做个平凡女子。现在好了，如愿以偿了，那以后该怎么办？这还是你第一次给表兄倒茶，懂事了。表兄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呢也没有想那么远。等阿莫过来会合以后，我想就先跟着大哥去南疆吧。一来呢，南疆地处偏僻，远离京城和异族，免得被人识破认出来；二来，跟大哥在一起长相厮守是吧？静儿啊，别怪表兄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难道你要跟小维抢大哥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小维，他帮我出主意脱险，静儿感激不尽，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他的。只是，我是在小维之前认识大哥的，也在小维之前喜欢大哥的。我也不想放弃我与大哥之间的感情，而且我觉得大哥对我也是有感情的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跟小维共侍一夫？共侍一夫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我觉得在大哥心里，我是有特殊分量的。虽然我知道我有很多地方都比不上小维，可关键是我并不知道大哥心里是怎么想的呀。我与小维在他的心里，他更倾向于谁？以前我是公主的身份，大哥有所顾忌，可我现在是民女的身份了。或许，哎，反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平凡女子啊，也要讲究仪容，别乱了头发。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别想了。想不出什么办法，那就以后再想，慢慢来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不过，别怪表哥不提醒你，想要得到大哥所爱，你就要学学人家小维，温柔体贴，样样拿得出手，这样才是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男子想娶回家的好女子。哎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学就是了。公主，来找我们姐妹俩有事吗？嗯。啊，屋里请。请。彩雀，去给公主倒杯茶来。我。小维，以后你别再叫我公主了。我现在跟你们一样，只是民女李靖。况且，我能够有自由之身，多亏你的帮助。此恩有如再造，李靖敏感妩内。我想以后和小维以姐妹相称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公主虽然已经出宫，也是高贵的千金之躯，小维出身贫寒，实在是愧不敢当。静姑娘来找我姐姐论姐妹，是不是因为我姐姐心软帮了你，所以想干脆劝她离开王大哥，好成全你们？彩雀，
不许胡乱说话。公主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而且，即使公主正有此意，也应该让小维退让才是。小维，我不是来跟你抢王大哥的，我是真心的想来感谢你。今日过来，也是想请小维教我一些寻常女子擅长之事。平日我待在宫里，衣食住行都是旁人服侍的，什么都不会。所以，我想请小维教我一些女工等技艺。请教不敢当，只要小维会的，一定倾囊相授。那我就谢谢小维了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扰两位了。慢走。都做人这么久了，说话还这么直。姐姐，我看你是好人当上瘾了。之前帮他解围脱困也就罢了，如今还答应他这般要求，难道你下一步是打算把王英拱手相让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只是他以前帮过我，我这一次就算报恩。从今以后，我和他再无相欠。可如今他身边有王英跟萧阳陪伴，这萧府守卫又严，姐姐很难再有机会下手。这个倒不急，反正他现在信任我，等日后他出了京城，有的是机会。你呀，就顾着当好人，把自己都忘了。再过2日便是月圆之夜，你若再不实心，该如何维持人身啊？又该如何熬过那生不如死的痛苦？这个你不用操心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好，那我就不帮你操心了，你自己慢慢解决。真不知道我姐姐怎么想的，以前我还觉得她比我聪明，可是现在呢，越来越糊涂了，还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。我这个做妹妹的是一心一意的为她好，时时刻刻为她着想，她不但不领情，居然还嫌我多余多嘴。你说，哪有这样做姐姐的？哪有像她一样不心疼自己妹妹，只偏心外人的姐姐啊？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还在这里想别的，想得那么出神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愿意听我说话？彩雀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有点沮丧。你知道的，连着好几夜都没有那个老妖的下落。我也试过用收妖瓶施咒寻找，可那个老妖似乎隐匿了妖气，我怎么查也查不出来。我想，那个老妖会不会已经离开了京城，到别处去害人了？身为除妖师，却没能斩除妖怪，我觉得我自己挺没用的。我看你呀，不仅是没用，而且还很笨，榆木脑袋。我告诉你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许想别的。是我太笨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笨是事实啊，不用多想。你干什么？之前老妖都是在夜里出没，所以我也以为老妖只会在夜间害人。或许我应该在白天试试。我师父说过，白天阳气重可以提升法力，没准就能找到那个老妖。哎，我替魔鬼望生灭性，所在之处万事复。彩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宝葫芦进水可就失灵了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谁让你见到我就知道说你捉妖的事？我把你当朋友，跟你诉苦，你倒好，根本没认真听我说话，满脑子都是老妖。老妖比我重要，比我好看，比我有趣吗？说你是榆木脑袋，真是一点错都没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要不你再讲一遍，我一定认真听。不要，我才懒得跟你费口舌。你那么喜欢老妖，去跟老妖说话吧。哎，彩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心的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生气了，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嘛。好，我就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。我想吃四喜楼的醉蟹。哎，好好。
可是我没有银子。算我倒霉。走吧，我有银子。又怎么了？我说我有银子，你还不愿意去？是不是萧小侯爷给你的？是啊。怎么了？你嫌弃这些银子啊？那你就自个儿喝凉水吧。哎，彩雀，我不是嫌弃，是什么？你说你没银子，我请你，你还啰啰嗦嗦的，跟我姐姐一样，脑袋里不知道长了什么东西，好坏不分。彩雀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以后等我自己赚了钱，我一定请你吃。不用，没有下次，以后再也不找你。哎，彩雀，你消消气，别走嘛。你要是不来找我，那我还不天天被我师姐骂，整天了无生趣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你看，你看嘛，你看，哎，傻子。二弟，大哥，找我有事啊？二弟，我离开南疆的时候，跟李将军告假回京，到现在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要赶回去了，要不然我怕违反军纪，也愧对李将军对我的信任。只是到现在老妖一直没有被抓到，我很担心除恶不尽，后患无穷。老妖自然要抓，不管是老妖诚心报复，还是静儿诈死逃婚，眼下静儿都不适宜待在京城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乱子，所以事不宜迟，我觉得大哥应该先带着静儿离开京城。但是我还要带上小维和彩雀，如果再加上三妹的话，我怕我一个人会照顾不了啊。还有，小维的眼伤刚刚恢复，我怕再奔波的话，她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大哥真是怜香惜玉。我答应过小维，照顾她一生一世。大哥一个人带着3位女眷回南疆，的确有很多不便，人多眼杂，让人生疑就不好了。我倒是有个周全之策啊，说来听听。我们不如兵分2路，明日是15，阿莫将空棺椁下葬，之后会与我们会合。然后你和阿莫连夜先保护公主离开京城，我等小维眼伤再好一些，再带小维和彩雀离开京城。大哥意下如何？这下大哥和表兄可以口服了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做的面，来，你们快来尝尝鲜。哼，静儿会做面，真是不容易啊。给，大哥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。怎么样，大哥，好吃吗？很好吃啊，三妹，你真厉害。表兄你也尝尝啊，如果好吃啊，我以后天天给2位哥哥做。这是我吃过最恐怖的东西，简直没法入口。大哥，你是怎么吃进去的？二弟，没错啊，小维说大哥喜欢吃汤面，我就是按照他说的方法做的，应该没错呀。你自己尝尝。好苦哦。你放了多少参片啊？我想大哥应该补身子，就多放了一些嘛。不苦才怪，这做饭的食材得搭配得当才行，多1分少1两都不行。真是服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以后做多了就会了。啊，哎，大哥，你不能这么惯着他，该教都得教，该学都得学，学不会就得骂，省得静儿像以前那样任意妄行，没大没小。这宫外不比宫内，不会再有人随着你的性子迁就你了，懂不懂？啊，人家第一次做嘛，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？表兄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，刚才还求大哥先带你离开京城，你还对我凶。三妹，我跟二弟商量好了，决定先把你送到南疆。至于小维呢，要等他的眼伤完全康复了，再随着二弟跟我们会合。谢谢大哥。别这么说，应该的。别得意的太早，
一路上要小心，别给大哥添麻烦。啊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有大哥在，我会懂事听话的，对吧，大哥？嗯。我正气无能啊！如今公主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愧对公主的救命之恩。娘，孩儿不孝，孩儿救不了你，我也保护不了公主。娘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郑副委，公主的灵柩马上就要出宫下葬了。你不去送别公主吗？公主已不在人世，送又如何？公主，公主。这件披风，小薇先前就开始缝制了，只是因为有伤，拖到今天才缝好。大哥看看合不合适？合适，合适。小薇，你的眼睛刚刚恢复，需要调养，不要再做这些劳神费眼的事情了。姐姐眼睛才刚好，就连夜为你赶制。王大哥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辜负我姐姐哦。彩雀，王大哥，彩雀说话没轻没重的，你别跟她计较。彩雀，你去厨房看看汤炖好了没有？又使唤我。这弓赶得有些紧，不知合不合适。来，坐下慢慢聊。
我要解释清楚。不许去！你别想出去。才去！我说不许去！你是妖？是妖又怎样？你我同修，你沾了我的妖气，可还舒服啊？你对我下了什么妖术？不是妖术，是蛊，同心蛊。我给你下了我的同心蛊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。你休想！你这个妖孽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你不会的，因为同心蛊，我死了你也要死。你不会想死吧？你身上有妖印，你我是同类，没错的。我是人，你才是妖。当人有什么好啊？你看看你身边那些人，哪个是真心对你的？你不是喜欢李靖吗？可是，李靖是真心对你的吗？闭嘴！公主已经不在人世，休拿你的脏嘴来污蔑她。好一个痴情郎啊！公主根本没有死，你被他骗了。你胡说！公主今日已经下葬。下葬的呢是空馆。公主为了躲避和亲，使出诈死、欺瞒天下这招。而你呢，不过是他利用的一条狗罢了。任由他摆布，用完了就丢在一边了。公主没有死。是啊，你对他以诚相见，可是萧阳和莫世伟却骗了你。可见，他们根本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，也并没有信任你，枉费你还认认真真的对待他。他们无非在利用你，只有我才是对你真的好。为什么他们不信任我？你这妖印，可不是我和我义父所下的。看来义父说的没错，你我是同类，早晚你也会变成妖的。只要你好好跟着我，你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到时候，权力、美色，你都应有尽有。娘娘，陛下请娘娘觐见。知道了。嘘，郑副委，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？巧儿姑娘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公主是不是没死？郑副委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公主的灵柩可刚刚下葬，棺椁里是空的，公主根本就不在里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公主香消玉殒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。巧儿姑娘，你跟我说实话好吗？公主确实，她确实。公主没死，你自己知道就好。她为什么瞒着我？
公主为了避开和青儿假死，就是为了不想牵连更多的人。她不告诉你，自然是为了你好。你不是为了求功名才来京城谋职的吗？公主怕万一失败，会连累你，所以才会隐瞒。为我好，我看根本就是不信任我，把我当外人。郑副委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阿莫，你来了就好。怎么样，我的葬礼办得还顺利吗？公主，此话可是大忌。这有什么的？以后再无公主之称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呢，是民女李靖。对了，你也不用待我像从前了，什么君臣主仆的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亲姐妹了。阿莫愿意一辈子保护公主。还叫我公主？以后啊，你就叫我静儿妹妹吧。静儿妹妹，你不知道啊，我这几日都在萧府做平民百姓，自在极了，感觉从来都没有这么轻松快活过。只要公主开心就好。以后会更开心的。我和大哥已经说好了，今晚他就动身带我去南疆。这么快？大哥说流经怕是有变，所以说先带我走。以后到了南疆啊，就彻底安全了，就是天高海阔，再也无人管我了。这样真好。你们当然好，亏我姐姐救你帮你，你却为了抢走王大哥，让他弃我姐姐于不顾。我没有跟小维抢大哥，是大哥说要带我走的。如果小维误会，我现在就去向他解释清楚。你不用去了，姐姐已经被你气跑了，她的眼睛才刚好。在京城除了萧府，她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，谁知道她去了哪里？我现在又不方便出萧府。阿莫，你帮我去找小薇姑娘吧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王大哥跟萧公子出去找了好几个时辰了，都还没回来，你出去找有什么用？公主一片好心，你别出言不逊，冤枉好人。算了，阿莫，彩雀姑娘你放心，等小薇姑娘回来以后，我去向她解释清楚。我才不会相信你的恩将仇报、虚情假意。我告诉你，若我姐姐有什么事，我管你公主君之，我饶不了你。小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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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维。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这就是你想做人的下场。让大人看到我这狼狈之相，还满意吗？多谢大人，好元神渡我神力，小维感激不尽。当然要多受教一些，免得下次月圆之时还要劳烦大人心软施救。本尊只不过还没看够你的愚蠢。不过我的愚蠢可以帮我得到我想要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确定你能得到你想要的吗？那大人就拭目以待吧。恐怕你还没有得到，
就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只要有大人在，小维是不会有事的。留你性命，只不过是想看你如何完成赌约。不要再挑衅本尊。再卑微的牲畜，也有追求爱的权利。大人知道什么是爱吗？爱就是让自己卑微如尘，为了自己所爱的人，即使是粉身碎骨，也死而无憾。二王子，金黄心窍还没拿到手。二王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难道没听说，公主已经暴病而亡了吗？哼，万奴去皇陵探过，入葬的棺是空棺。二王子这么匆匆离开，不会是去找公主吧？我出宫与公主无关。而且，我也不会加害公主。那恐怕夫人的命就危险了。要是我娘有什么闪失，我第一个杀了你。万奴命贱，二王子想杀，现在便可动手。只不过杀了万奴，你就救不了夫人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万奴不是二王子的对手，只好念咒抵挡。我身上的妖焰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司徒下的？没错，正是司徒长老封住了你体内的妖性。我身上怎么会有妖性？我与司徒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加害于我？二王子无需问太多，长老是为了你好。住口！你们一个一个都要加害于我，都说是为了我好。二王子，长老是怕你体内的妖性被万古王和王后察觉，他是为了保护你，所以才封住了你体内的妖性。胡说！我是人，怎么可能有妖性？二王子不信也罢，这妖性10年为期，你年龄越长，武功越高，妖力就越来越无法控制。倘若不想变成和那个老妖一样不人不妖的怪物，二王子，除非得到金黄心窍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劝二王子还是尽早得到金黄心窍，于你于夫人都好。师姐，眼下找不到那老妖，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啊？问我有什么用啊？平时你不努力练功又懒散，我说话你何时听过？哎，我哪有不听师姐的话呀？我让你离彩雀远一点，你听了吗？就是他把你带坏的，成天学一些吃喝玩乐不入流的事儿。彩雀没带坏我，她当咱们是朋友，这点心也是她怕咱们饿着，好心买给咱们吃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啊！你都已经吃进肚子里了，早就消化没影了，喝水有什么用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不会再吃他的东西。干嘛呀，师姐？师姐，师弟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拿彩雀的东西给你吃了。师姐，你饿了吧？要你管！
我也饿了，要不咱们去找点东西吃吧？你是猪啊？吃饱了就睡，睡饱了就吃，到现在也没捉到老妖，你一点也不着急。我着急有什么用啊？我找不到那妖怪嘛。那还不是你法术不高？现在咱们俩人的法力加到一起，还达不到一个除妖师的水准，半吊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也是半吊子吗？还好意思说我？你，哎，师姐，咱们俩不都是半吊子吗？那加在一块儿，不就是一吊子了吗？如果咱们俩合力，或许能增加点法力。你说的也是啊，有道理。要不咱们试试？试试。好。灵宝天尊，八海之文，土地麒麟，令我通真。师姐，成功了。走，捉妖去。小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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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这位兄弟，麻烦你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20来岁、穿了一身白衣服的年轻姑娘？没有，没有。小维，小维。芸芸众生为何独选他？只因他是王生后人吗？以前是的，相处之后，才发现他是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温暖和希望。有他在身边，我便不再孤寂，有人依偎相伴。他只是可怜你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爱？迟早有一天，他会爱上我的。多亏大人渡我神力，小维的妖气才不会被他们发现。你终究还是妖，你以为能瞒得了多久？可是小维不怕，大不了落个魂飞魄散，也比这1000年的孤寂要好。凡人只是一轮回，我们可是1000年。小维愿拿1000年修行，换这一生一世。小维，小维，王大哥。小维，王大哥，小维，我找你很久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小维只是一时没想通，所以到处走走，害王大哥替我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，都怪我考虑不周，惹你生气了。王大哥千万别这么说，是小维一时任性，没能够理解王大哥的苦衷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小维一切都听从王大哥的安排。你让我留在萧府，我便留。小维，之前我答应过你，要照顾你一生一世，这个承诺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小维相信王大哥，愿与你天涯海角，生死相随。
滋味，谁能解答？情话，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。